好啊，让花女不下讲，这怎么让天下第一呀？
谁管这位，谁想领张领，你给我领张脸色，我来敬你一杯。哎呀，这小人就发不过了。你老公敬不是证明吗？哎，是。公子啊，王子也来敬你一杯。好。我王子都越喝越清醒了。哪里好？还是。天上的白云呀，又是白云之间啊，是秋千，秋千上面啊，是姑娘们在当秋千嘛。啊，哎呀，是丞相嘛？丞相啊，公子丞相你还不知道？什么？她是太监月梅的女儿，脑女儿有名的姑娘啊。哦，公子啊，丞相是媳妇寡用，结识佳人，而且是满腹文才，能夫善故，谁不夸奖他是我们老女儿女中君子啊？满腹文才，女中君子。好，我倒要见他一见。房子啊，你去把他招来。公子啊，那不是随意就能招来的姑娘。我是叫你去把他请来一见呢。好，公子啊，王的姑娘，公子叫他不滚不来，利用他满身的公子，就是该死于死也休想就见一面啊！我是无他诚意，请来一见，也无他意。公子啊，请也请不来呀。是十之八九是不会成功的。哎呀，王子啊，哎，他们下来了，哎，下来了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是啊，是啊。公子，来了，丞相来了。公子，来。请你一见。四大公子，与我素不相识，见我之人，一定礼在多罪。哎呀，这怎能怪我多罪？这怪你时机不好。要当秋千嘛，在自己家里当，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当呢？今天的秋千啊，又当得这么好，这么高，碰了贵人的眼睛了。咦，今天是多阳佳节，多少贵国女子都来当秋千，又不是我家小姐一人。此不离，真是有失体统。
丞相，你可为民不屈，你要是上路两班，记在不孝。幸亏公子为人，那正日在两都在都人，好意请你，你怎能不屈啊？丞相，你要，小心！是我冒昧相亲，万望吉利。我不知道啊。冒昧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想来想去，我们今年来得太迟。哪里？蛟龙山上的月光刚偏西啊！嘿，还有景深。哎呀，公子，不用到灯晚两个人，这就是丞相的鬼王呀！房子啊，你要是丞相真的出来了，那叫我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回去。哎呀，公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我王子多嘴，你从白天盼到半夜，要想见见丞相，好容易来到他家里嘛，你怎么又要回去了呢？你那么，你去分明丞相，他愿不愿意接我？好，那我把丞相去叫出来。哎，请出来，请，丞相。
丞相，丞相，哎呦，公子啊，什么？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公子，我去，我去。家的恰相逢，好一个该死在瓦里朦胧。哎，
在呀？哎呦，丞相，实在为娘做了一个怪梦，真吓得我一身大汗。母亲，你总是那么喜欢对人什么？你这子常言说得好，千金难买多样梦。实在为娘在梦中看见满天红光，一朵朵五彩强云，在云朵里划出一条条青龙。我看见你骑在龙背上飞上天去，我要想抓都抓不住，一切就把为娘接醒了。女儿飞上天了，母亲你对，圣公半夜，你怎么觉得这样凶啊？小三，你门都没有关上啊？门怎么会没有关上？谁？天上闪动？闪动啊！本来山上吹一动，大家玩动，深更半夜蹲在别人家里，莫非是个小偷？你许什么啊？深更半夜蹲在别人家里，你玩个许神？想干，这小子分明是个小偷。说话留神点，知道这里李公子来了。哦哟，原来是王子啊！不要高声大叫，知道这里李公子来了。啊，李公子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想干，快去两个后来。哎呀，王子啊，李公子来了，你何不做生意？你可真是，哎呀，该死！我不会该死不该死的多死了。公子听了会不会生气？公子啊，听得一清二楚，谁叫你胡说八道？你句句都是真话。哎，我是真话，我还是像你在说五彩强用的梦话。公子我在你做梦的时候，已经进来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王子啊，公子现在何处？公子啊，哎呀，公子，小大，快两个后来！公子，哎呀，公子啊，你躲在这里做什么呀？你快请出来嘛！王子啊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不知公子深夜驾临，有失远人，望不见挂。不，那我年老糊涂，实在有言语冒犯，烦请公子多多赐罪。哪里，小心生娘来访，问个妈妈亲。哎呀，公子此话真要责杀我了。哎呀，该死，说了半天还没有请贵人上座，公子请坐。哎，大娘，公子久闻丞相文在出众，因此今天晚上特地来访啊。哎呀，公子啊，丞相实在是个不通文的孩子啊。公子，请啊，请。
并没有对地虚假。哦，哎呀，公子啊，妈妈，臣公子来求亲，小女也比心上人。他父亲原是婚呀陈来到南园为官亲，一生铭记他不爱玷污财呀，为在今一并离人死啊，从此后陈家朝中不成亲。那为什么？什么前明南上200户，以及南京200门。母女俩啊，相依为命16春，迎喜我丞相一成哎呀，大娘，好就好，不好就不好，一句话就够了嘛，何必要拉得这么长呢？王子啊，你听妈妈讲下去吧。哎，是。乃是两番我贤明难以配还亲，这婚姻他是要从妈妈，新公子虽为人民丞相你家
不惧夫妻羽毛，不争夫婿之愿得自称同心他相继岁定远门。那我公子乃是四大子，你何须我大家少女见下去不许回，怕的是我两半子的母真情。妈妈呀，我丈夫一眼中千金，朦胧非是个负精神。与丞相结发夫妻共把心，黑苦沙来不变心。此来，公子是真的明媒正娶，举迎落礼了。哎呀，大娘，丈夫眼中千金，努力有什么用意啊？妈妈，我是一片真心，就无而已。谁与丞相成婚，定以丞相为正室，绝不成亲。啊，妈妈，待朦胧，请笔写婚书一纸，传当落礼，以表诚心。丞相，这是你终身大事，我们前边为娘一人做主。公子的话你也听说了，你的心思究竟怎样？快来说一说吧。啊，哎呀，你的心思究竟怎样？说呀，哎呀，大娘，你真不懂女孩子的心思。她们有话嘛，心里呀就是说好，不必多问啊。对，小的，我是过来。公子啊，早知如此，刚才就不要偷偷摸摸进来了哦。请看，丞相，这是公子请的是一个公子，你快拿去看看。哎呀，快拿去看看啊！哎呦，你可真是。想带他的公子去准备酒菜。公子啊，至今你分明是我的女婿了。是怎么才让人消息大力传去？起来！哎呀，多谢公子，今天是你大喜之日，我王子也要讲几句吉利话，请宋氏良心日子，有缘花好丈夫佳境，公子丞相配鸳鸯，把水与家老，地久天长，地久天长。真会说话。小丹，快陪王子到里面喝酒去。公子啊，我到里面喝酒去啊。好。
天我们一定要回去啊！你还进去吧。是。丞相，只见公子是你的郎中了，不用怕谁。来，快到这里来，一起来喝一杯阿公酒。不，这杯酒应该小些先敬岳母。哎呀，女婿敬的酒，我做岳母怎能不喝？这是岳母为敬你一杯。母亲啊，丞相，你这子看你身上这个样子，来，把头抬起来，抬起来呀！呀，你可，今天啊是你们两人应8年家宴的大喜之日，应该多喝几杯啊！此情是你们两人大了之情。来，我来敬你一杯。那么，请你也敬我一杯。团圆节啊！日子过得真快呀！是啊，转眼刚过，转眼又到中秋了。丞相，为娘在风霜中度过一生，总算把你抚养成人，又配了个好郎君。我看到你们小夫妻俩恩恩爱爱，又色又笑的，看了就高兴。母亲，公子来啦！
丞相，你又动起来了，我早就看见了，你出来了，出来呀！哎，丞相，你为什么常住在这里呀？因为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啊，王子，我们回去吧。你，母亲，你看，哎呀，你们两人啊，还是这样哎，是。好，我就想办法酒菜端上来。今夜啊，我们好好的来过一过团圆节啊！哎呀，好，来，我来替你带上。公子，你每天这样夜来明去，恐怕会妨碍你的斯文上进。你放心，我父亲一老，生我是从端阳郡医院跟其3岁之序，使我的文章大有长进。要是老爷问你要文章呢？是啊，昨天他突然问我要文章，我心里一慌，就把你做的文章拿上去。哎呀，那岂非忘了事？当时我也以为忘了事，这次父亲看了文章一印，他就连连点头，称赞不息。其实是，文章倒做得不错，可是儿女情太重了一些了啊！好险啊！你怎么把女儿家的文章去语墨文字，岂不贻笑大方？贻笑大方，贻笑大方的文章在这里呢。啊，什么好文章？哀歌一首，哀歌来。是恩爱，你爱我心，我爱你，爱是沧海幸福的，爱是巫山高难比，爱是海上遇江忙，姑姑忙年记情，爱是暖唱不唱歌，苦苦过来相会意，爱是天生在金卷，在随一风彩云依。爱是美女谁何妨？恩情长在何方里？你失了那么许多爱，只怕爱是不见你一个人失完了。我今日世上10天8夜，万事不完。爱
天下父子名，千两黄金买了人，也难妹子恩情。恩爱情，恩爱情，不知是风是远，是短是长啊！恩情无穷无尽，这是岁月无尽，生生有限。对，恩情无穷无尽，但生生有限。哎，丞相，你我两人何该定个8年之约8年之约，对，8年之约，你我变走，变什么呢？自己当中自己听啊，自己当中自己懂，丞相当当定，朦胧叮叮咚，是一个丞相朦胧朦胧丞相恩情重。谁是那千里寒山杀夫君，海水源源，四天来阳，海山哪有鸟儿好？我要变上树上飞。青山绿水间，比上高空到九云霄。但愿天下有情人，多变透明鸳鸯。中一对你与我，是有是在侬不逍遥。但愿8年是今宵，但愿8年生不老。我要把月亮捆绑在天空中，莫使明月下山羊。从此月光生不老，8年一日是今宵。
的哪里会兵荒马乱？说不定是官家野马传令，一定是官家野马传令。哎呀，我最怕听这个声音，想起是丞相那一年。母亲，你又要将人言过完了呀？叔叔连公子不晓听过多少遍了。人啊，不能老，一老就喜欢老高。公子，公子，哦，公子，房子去，老爷夫人在这找你呢。莫非老爷？哎呀，不是这件事。喏，从淮阳来了一个官员，到了府门口，他不等通报，就这么到送到。老爷亲自迎接，这位官员连连道喜。是什么？原来是老爷高升了啊！老爷高升了！哎呀，老爷高升了！是啊，是不定要你先往淮阳去呢。先往淮阳？哎，哎呀，丞相，我们可以淮阳去了。到淮阳去啊！哎呦，我回去看看，即刻就来。这是为啊！快回去，免得夫人等着了。母亲，我们可以到淮阳去了。要是到了淮阳，我还可以到母亲去祭一祭呢。要去，一定要去。生病到为娘这些年来的苦子，也诉与他听一听。丞相，你到了淮阳，千万不能把为娘忘了。母亲，你不和女儿一起去。为娘年老，不去也罢。母亲不去，那我也不去。要你可还是这样爱自去。好好好，为娘是与你一起走啊。母亲，那我们应该去收拾东西了。香黛，快去整顿营帐。这什么？我们即刻要到淮阳去呢。哎呀，到淮阳去啊！母亲，妈妈，那皮小姐带些什么东西呀？我带上四件衣服、30瓶药，一切都带去啊。丞相，到了淮阳，为娘我要替你补上一份新家照啊。小弟，淮阳是京城吗？哎呀，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们也会到淮阳去。可是公子不准你去。怎么？傻姑娘，到淮阳去，还能少得了你？啊，香黛，你快去找到王子，最好请公子即刻就来。哎呀，小弟，公子来了。咦，公子你怎么不进来呀？快来，小弟，我去问酒去啊。你回去怎么样？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事吗？父亲升官内调进京，明天就要将本省母亲携我淮阳。明天就走？哎呀，我还来不及整顿营帐呢。丞相，这是你。哦，你是不是怕我不愿意跟你去？你放心吧，就是天也海角，我从本山公子绝不愿意。丞相，方才我在父亲跟前提起了我的婚事，不料父亲听了就大发雷霆，尚没有母亲恳求，定要将我家国之命关出祠堂，从今之语再也不能应举赴考。这是为什么？
父亲应了两班子弟功名已尽，在瓦乡先于小妾，怎么？我丞相是小妾？哦不，丞相。你端阳到我家去。门是千把位，说什么结发夫妻共把水，海苦沙拉情不给，说什么朦胧丞相永相在，生生世世不分开，丈夫一夜从千金，8年只要你都忘回，想不到将我丞相当下妻。丞相，你还是三妹金真是结发夫妻朦胧绝无而已，至今不能同意，是这暂时的别离呀！别离是不，我不能让你走，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丞相，丈夫眼中亲情，请你山比海，海比山，朦胧痴心痴意，绝不变心。至今不能同意，是这暂时的别离啊！想要没有郎君的丞相，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丞相，你们梁上深耕之地，这样大哭大闹，不怕惊动主人流噻？丞相，究竟为了何事？怕是有为娘知道啊？怕谁呀？母亲啊？公子他什么？他明天就要走。明天走？明天走就明天走好了，你哭什么啊？哦，你怕为娘不放你走？放心，我一定会放你同去汉阳的。不，公子不能带我同去。我是瓦东镇，你为什么不能带他走？你为什么不能带他走？因为我父亲赢了2班子弟2班，好一个2班！2班是现在的本人应该2班大人气，我日是赢不多，我是赢无力，哪招哪天是强势，我儿不满去拆掉，你怎能人心国境把他起？我与你前世无缘，心无情，留空要我比他命归死呀！好啊，李朦胧，
我又埋受了一丝起舞，只有这么一条命根子，指望他养老送终。如今你分明要置我母女死地。不有母亲，丞相啊，你快替我去死！死三娘这个两把子的带走。有母息怒，有母息怒。好，我带他走，我带他走。你带我走，老爷能答应。就算你我死在他面前，他也不会答应。那你怎样把他带走？是。这样吧，明天要走的时候，我母亲脚前有一顶供朱先生吃把位的小轿，我将绳子把位拿出来，藏在瓦里，将丞相偷偷地藏在桥来。这样一来，就会神不知鬼不觉，丞相与我一同前往还阳。哼，这是好主意，你不能走，要走就一起走。母亲，事已是此，只有一命，你不要再难为公子了。丞相啊，你还这样痴情为他说话，要是他一去不回，想断谁的棍子？母亲，我是快要识途的人了，管不了你们，管不了你们。消息会回来的，回来。临走之时，没有一个人肯说不回来。可是回来，我就没有见到一个人真的会回来。真的要别离了，可怜我母亲受了一世风霜，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指望你能管子作靠，可是你
听到官声远情付诸，我真为一去不回头。下雨，乱风纷飞，地心情，我别离还是真残欢阳一五年自房里，自房里心里轻松长。
岁月匆匆尽不留，怕只怕红颜已老已白头。那你终在白头，我也对哎呀，公子，快回去，老爷打发来的。家父生性才能青苔呀与丞相两分开。丞相，我这里民间面长起来，见尽于是不容才。丈夫兄妹相见光，千年万载放光彩。丞相手上有玉子环，刘玉郎君在身带。丞相心事玉上间，始终不语待郎归。千万不能忘了我这苦命的儿子，你一定要来把他接去。岳母，你放心吧，消息一定会回来的。公子，公子，丞相，你要顺势争宠。哎呀，娘你像女娲一样的脸，脚在下了。天哪，才能做到是大海长江一流水，又才能扎子落下西山的太阳。母亲，公子回来的。广安楼上明月夜，穷仙似玉，神仙玉。孔雀迎春鹦鹉子，今年飞着杜鹃花，算杜鹃。一直不归春日晚，一定晚于寒火上火。有，不用请的，只要带与相似的遗迹与我点了。是。玉中天香丹桂子，
相闻千里算归乡。不用再传，只要带有相似的名字与我一应言来。是。菜香、金香、兰香，月香、菊香、莲香，肉香。为何不往下念？启禀大人，所有带相似的年纪前多年了。哦，本府举名男女约一起生命记，名叫丞相。为何留去不见？启禀大人，丞相并非是年纪，她是太监月梅之女，总非是年纪安插。年纪之女不是年纪，是什么？丞相既是年纪之女，所将她名士登上文场。是，快用我再挖下去，把丞相一起转来。是，大人吩咐，立即把丞相传来。大人吩咐，立即把丞相传来。大人吩咐，立即把丞相传来。启禀大人，丞相在3年前与我前任四道公子李朦胧结下姻约。我为丞相已经被李朦胧带走，没有带走。大人，丞相是从公子走后，3年来闭门不见外人，在家守节。休祭，你去休祭啊！哼，真是天下奇闻。大人，丞相不但才貌双全，而且是秉性刚强，好多该死于死也难就见一面，这可……尽管在本府面前心口无言，这样一个下贱女子，难道本府还会传她过来？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，小人外面走开！是。启禀大人，丞相4年郎君卧病在床，不能前来。什么？丞相卧病在床，不能前来。分明是你们这帮狗奴，得要丞相好此，传动一起前来门前吩咐。小人不过。如今害你们立即把丞相带到满身的病，就是死了，把丞相死尸要吐来。是。这样一个下贱女子，竟敢为民不来！快让我转外下去，都爬上人去，把丞相立即带来待命。是。否则若今天我一人问责。是。小小一个年纪，竟敢违抗官府之命，我叫你来休得来，不来也得来。丞相，哪怕你是一块원상，也要你向本府点头。带上来。是。大人吩咐，立即把丞相带上。大人吩咐，立即把丞相带你是丞相吗？今年几岁了？古虽是亲不亲才，千古且生。丞相，不用怕羞，来，到这里来
丞相，本府在欢阳，请山了先生四道公子结下姻缘。至今四道公子久矣，想必你另有其容，还是两百，还是有之啊！请大人实话郑重。郑重。丞相不用怕羞，向本府从实事。启禀大人，民女生长于平民之家，实在大人之言对民女来说，未免有欠妥当。妥当！哇哈哈哈哈哈！哇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可用我清淡土，若八十铃声喜爱呀！哎，自古红颜多过面啊！本府真杀得你红颜凋零哦！丞相，本府真心别你休情，想是荣华富贵。大人，你莫非传出神了？哦，明日总比十风尘，风月插上悲无名。不光我匹配李郎一山寨，怎能平拔烈手天？明日大人心上人，百忙之中出在人，使我高抬回家去面试家母不心啊！慢，本府那位出传谁？你的生死我早知情。李龙龙本是两帮人，逢场作戏非无心，他何必与烈异相战痛？庐山远，你何苦都是空望？太此情。公子是山上松柏千年龙，不比那无边山路也是心。临别无定三生呀，此生此心不变人。夫妻聚散心上事啊，不劳大人你多操心。哦，你要等他回来，他要是5年不回来，明女休等5年10年不回来，休等10年，他要是一时不回来呢？明女我此生此世绝不变心，连家人。
聪明为秀啊听，说去真有我心脏，管教你荣华富贵享不心。说什么真勇我心脏，是名誉有福之物难同名。本府是好心好意待你，你经过三番两次不聪明，你本是一己之女下井北，违抗国民才风趣。大人身为父母官，理该为民把有分。你神通理义明廉耻，何苦要强拽我有福之物为收天？将军，哼！你真是不是那句小先生，好也好也全国心，金水棍也与兵长受本国，难道你不怕隐藏之下了残生？为父不能求，富贵岂能应啊！自古人生才不是两母人说贪生难不能，啥是那一旦便将风护起？请问大人，难道你为了贪生怕死，关心美国是而君？你是什么？难道你为了贪生怕死，关心美国不成吗？反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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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把丞相拖下去！是，大人吩咐把丞相拖下去。关员万司令。是，你娘谁当亲？王司令严明，天王司令，前期丞相孟犯，但个索马本部这个万次说下来了。是，在天王寺以后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凶恶的喷雾。丞相听着，你身为女妓，自称水贼，报效官人为不抗命才该万死。为何事？丞相就是死了2次，也不会从命受听，要死的都死了。啊！死到领队的万分强贼呀！转头王爷，你无压相中龙王，真是不是得罪的先人。我要你知道我的理，王爷。丞相王爷，丞相王爷。半个大要看你这个野心，你就有多大能耐啊！来人，大营使用。大营使。大营使。大营使。在这，你要官不正义，把这
在先生两腿当对。你要是虚长麻烦，与这门同车。是。丞相，我当你左腿，你往右躲；当你右腿，你往左躲啊！丞相听了，你要是同意了，请将你骨髓私分。先生，我不我这啊！八丈千丈无所惧，哪怕是团队台上四刀锋，用力打！是。你满不这样？总帅愿死在营帐下，言不我在便出众。好个妖的佩服！你难道不懂大典通禀国家的法？不为大典通禀，因我是你，想在先人宣读，叫他死了不冤。丞相听着，大典通禀上面写着：门不造反者，大逆之战，抗拒官长之命者，轻则研究流放，重则令之致死。这是国家王法，还有变？哦，大典通禀是国家王法，请问将这有夫之物给之何才？真是一条大错，与我打，用乱掌打！是。西家上书，下有余战。大人吩咐，西家上书，下有余战。
上望苍天高。丞相了罪。王司令，明年两人各打一针，并注意两路警察。倘若贪官污吏突而入侵，不要一一查明具体情况。倘若徇私枉法，莫怪兵员执法森严。现在兵役收入不详，在南苑国王领衔罪名不得有误。是。丞相啊，丞相，3年来，你定是遥望昏阳，相思动长。此际天中神月，你我相会之期，一天竟是一天。皎皎年，玉颜珠玑三长年。你那里梦到欢阳，不言去，破烂。辛苦难言，我这里婚姻难圆，也不免门得自夸，恨万千，应惜我啊，此情高中转。熬对，恨不能插翅飞到你身边，明镜重围
牛子问，有情城中红人，情恨把你。只因是团官府里满天下，民不了心心傲见，因此我夜路查访明君情，请想啊，你我相为知己，只能万几天。要是碰到恶意女士，我定要告他一场。这是有此理成。真的要告？哎，董雕哥不要忙了。放心，董雕哥帮不了。哦，小姑。百姓为了军事冤心高，一起死道很难消。同僚跟此事张家明，其中一定有蹊跷。我不免在此细查访。唐算与团官无礼，无听不少。大娘，问你要一口水哈？好。你看他也穿着长袖大袍，是个破落的凉拌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大娘，你们今年的年成好吗？好。听说你们南园世道哀民识字，是一个好官啊。好得很哦。他吃得好，睡得好，酒饮得好。像他这样的好官啊，恐怕招遍天下也招不上了。金大嫂，两三半，你们都在这里，董雕哥都睡醒了吗？睡了。那这是我睡来的董雕哥。小三爸，这是我的小三爸，我就小三爸，他们都睡了。这是个董雕根出身的。小三哥啊，喜称许多手续了。小三哥啊，照这样每家每户收起来，那块铜碑就不用担心了。立铜碑？你们替谁立铜碑啊？你大概不是本地人吧？哦，我是华乡人，罗锅子的呀。你是华乡人，不知我们二女人的事啊。我常听陈家说只有立石碑，从没有听说立铜碑呀。立铜碑为的是千秋万代，永世纪念。哦，你们南园世道有这样的功德，值得你们替他立铜碑。替他立铜碑啊？那么替谁立铜碑啊？也丞相。丞相？老爸，哪一个丞相？是我们南岳府的丞相。莫非他死了？他该要死了。哎呀，老爸！你做什么？
哦，老爸，我这个人心急太狠啊，听人快要死了，不由我着急起来了。哦，啊，老爸，你告诉我，丞相到底怎么样一回事？你告诉我听，我将来流浪四方，也可替他扬名啊！哦，表三哥，他到此流浪，正好把丞相的事传扬四方，我们就讲给他听听吧。表三哥，讲给他听听吧。好吧，小姑啊，提起丞相之事，真叫人心痛啊！哎。山上青松内海上，雨中丞相是菩萨。郎君一去3年整，他虽及名字在不用当。才知平地起风波，暖月来了我在浪，百姓们从此皆苦难，丞相苦短早在呀。你要到要将给丞相做手兵。丞相他事事不容，烈心强，营长当官了不输根，王法也不过好丞相。一道跑娘是因为在3日之内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3日之内要将丞相放发哎呀，丞相，我的你哦，天哪！哎呀，你这人到底怎么了你？啊，老爸，丞相受了这样的大难，就是贴着人儿，也要伤心落泪。变一刀，变一刀！你是丞相，我的辈，千秋万世在丞相。你是丞相，我的辈，千秋万世在丞相。哦，小姑啊，要死的都死了，你可千万要替丞相传扬四方啊！我一定替他扬名。好。表三哥，我们还是手动调更好吧？对，对吧？是吧？啊。啊，老爸，请问老爸，此去往南苑，不知往哪道而去啊？哦，喏，顺着这条小路向南走上大道，直往东去。好，是多谢了。实在分听神丹里，丞相招来我心事累。我急急忙忙南苑房子吗？房子，公子，房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丞相怎么样了？公子，可怜丞相身遭大难，3天之内就要奔战，眼看黄羊千里迢迢，远水又救不得近渴，想不到在这里见公子。丞相到底怎么样？哦，有戏。
道，披山在阴星耀，堂团官场攀富暖，可问那新人世道长官，是强天修亭把木船，一定乱唱自不缺，学人发展心不管，从此与君高永别，雷声载着为了缘，贤明断尽陈君贤，一字一诗诉心愿，郎君山与夫妻你呀，你要为母丞相报情冤。好，放肆！啊，把你是追了吧？丞相啊，你参加吧，心烦困。我搬到南园那掌柜，公子啊，你已经走过了。哎呀，因为私下无人，你讲话需要小心。果然不错，公子啊，你虽然这样打扮，我早就看出来你的奇葩与众不同啊！放肆！公子啊，事不宜迟，快到人员府去，我替你开导。放肆！你到书来都叫啊，好把南园势力大，四川夜落日暮多。怕是怕房子最快把大事忘，我不免将他展开定是臣之语再放他。公子啊，快走！后天就在平阳道的生日，就在那一天，他要杀掉丞相。好，叫他不死的。好。哼，平阳道啊，平阳道，看我王子来接过你的狗命。王子，你先走一步，我去看谁打。走。
君啊，我不忘无用堂前三岁家，我不忘长儿中流亡，水中。老爸，等天明以后，请你叫这里大娘把我梳洗梳洗，换上一套关心的衣服。知道了。求求你，让我见见丞相最后一面。丞相，母亲。为娘替你带来一套你平时最爱穿的衣服，今夜你就换上吧。多谢母亲。母亲，王子回来了没有？还没有回来。
再到今天才回来，你还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呀？你呀，你呀！丞相在哪里呀？哎呀，快来看看我那受苦的！哦，丞相，老君。终于等到你了。此经是有惊有喜。有伤悲，有千言万语无从声我画面拆开心深，伤心来找你杀兄你为我心里轻松长相随，你为我寻找飞鹰之不才，你为我千金枷锁经常悲，你为我死不服在上银灯，你为我信心把我母着苦在种种，都是我朦胧来历哎呀，我的女儿没有指望了。母亲，是让你今儿知道把女儿亲，才知道外文王花人归啊！母亲。母亲的模样是郎君是不远千里南远来，他不忘誓言来探访我，一片情意深似海，蛟龙总比始终问，他这是明知山下土难美，母亲啊，你看他衣衫褴褛难见人，你将女儿想来羞涩去变美，与郎君为上
千万不能将他来亏呀！我什么时候亏给他子？丞相郎君，想来还有我亲手修成一模的，上修他黄绿线不转开，刘玉郎君谁生悲？现代有事称恩相陪，丞相临死不愿言，反为我朦胧相伴。女儿辛苦，娘心痛，见岳母老来终忘可悲。他哪知我私隐茶坊乔装给我情爱猜到南园来，我上前把真情讲。怕是怕这缕风信把他是丞相陪我倾听一从，我朦胧每次不忘记心难。今日夫妻重团时，你应该把万百心事都对开。丞相此生必无念，就是我母亲年高嘛，她也是风霜，谁我天要见长郎君，好看待。明日是干官大庆宴，谁要将我丞相哎？王郎君替我找块亲，心里将我请，把子替深深王郎君将你诚意给我身，明镜放在我胸怀，替我在无用堂前找为病，在目前立为碑。太郎君每逢吉日祭，丞相我问归结下心也
你何必心往前路去安排？即使一旦天坛笑，上林雨风转来。丞相，今晚你千万不要有别的想法，一定要好好的从今夜盯到明天。丞相一定暗度陈仓，等待郎君明日再来。好，你跟着吧。好，你跟着吧。哎呀，永丰啊，你又不这种大义请来的要转，老大人不可。哎呀，徐别大人，今天是老大人许生，你怎么送他行呢？我们大家来跪，老大人，这三次有还是把丞相找来，结果没大家开开眼睛。我倒也要看看丞相。来呀！本节三之日，把有中丞相子呢？看看。大家奉是三次将丞相来啊！什么人在外面小娘？启禀大人，一个画廊长金夫人。画廊红出去。是。原如此看，兴隆大宴再来讨杯酒喝。哦，原来是个公子，轰出去！来，老大人，我看此人虽然衣衫褴褛，都是一个200之后，不是上太过所谓。此时在民间一定传为佳话，是老大人受亲之在与民同乐。是啊，受亲之在与民同乐。倒也有理，老大人就让他进来吧。好，
好，让他进来，让花龙进来。早该请我了啊！把铁放在楼下。我原是黎明高手包豺狼，谁与我表到鲁邦，开南园好离别，夜赴孤杀丞相。今日我为民，是他还布下了路。出人来，给他一把鸡腿。是啊，来，滚杯，滚杯！哎呀，变成5块5钱，5块5钱啊！哎呀，真是，哎呀，员工啊，都是你才的好子，你把这个本子赢了呀！哎，吵什么？有什么好吵的呀？你们看，我就是这件衣服已经湿透了，你们装两几点酒有什么大惊小怪？红这个，来，老大人，与民同乐，岂可就是把他轰了出去？谁同样出去，反为不美呀！老大人，另外，今天是此人为。岂可无视啊！是啊，就说是老大人去世，举世送别，岂可无视啊？请大爷，岂可无视啊？为主师弟敬重应景，我为主师弟轰出门去。把他开鞋。妙在，是此请老大人韩语。另外。是今老百姓丰衣足食，个个胃痛。我想出一个高明的高士，释放同情纯正百姓，战胜狗样。我想出一个高低的高士，就以这高高粮食为云独步千日内，我也想诸事一休，请无大事。可你这副样还会做事啊？做份张大份规矩，叫他实施无法。来，拿纸给你来。这下到要看看他的名字。滚杯，滚杯！来，原如此看，包是酒了，因为难忘永远不报，有事一休，请你指正啊！何为一急？男儿何此不相忘？何为有急？何为有急？何为有急？我想做事把他吓跑了。人长啊，为你神机妙算，过一杯，滚杯啊！滚杯！今日美酒千人笑，若为佳肴百姓高。昨来如是，明来如，孤身高此，远身高。哎呀，不对呀！莫非他？你们大人是的，反正有才艺高才，才艺高才，才艺高才，现在来招财，1厘5块啊！干杯！干杯！老大人，请快啊！哎呀！老大人，快！老大人，快！
是你们些光正这个样子。老大婶，快去，恐怕是御史。什么御史？还养于御史嘞？难道吩咐外门与你们清楚？这真是胆小失职，看你们有什么用？来呀，给我把快乐抓过来。是，丞相带到。启禀大人，丞相带到。传球眼睛，把丞相带到了。是，把丞相带到了。你们都看看我的威严。老大婶为朕闻名呀。丞相，以康上为例，勿忘犯，竟是此战还有言。抬下去，走。士兵大人，御史长。什么？人家不是别的口见大神，他就是口见大神。来，起来！一道小鬼财物，身外无财。谁来问话？他不忠国民，匡上论法。小小女子，胆敢不忠国民，抗上论法。下头为话。大圣用兵。丞相手接在回望，平白无故遭这样，便约到抢劫民女为首听，草菅人民凶是狼，何必杀人满王法，夜莺敲当在当当，何必夜用去回应披甲戴书进牢房，今日派得青天到秦大人，明镜高云谁冤别的，这里南苑百姓手高远长，拿去快来！大圣饶命！大圣饶命！别的，团长王法强举夫书，谁无招上各去管制下月雨战，国人神长期打下推服了。走，来，将他开去数列。是。丞相，老君，太师，你怎么我猜到了？你怎么我猜到了？我要惩罚你们！这个为父你们到哪里去了？母亲。哎呀，丞相，你这是为娘生下来的宝贝，
女中君子万世流芳。有么？好啊！你怎么去盼盼盼着盼回来的女婿，我的好女婿呀！你为日子哎，真是万事忠良。哪里？公子，公子，房子，公子，你不给叫人帮我看了3天，怕你嘴快坏了大事，故而把你看了3天，你是委屈了？委屈到外后，差一点点赶不上今天这一天啊！哟，要晚的话，郎变了情儿，会新的丞相成了夫人，我真高兴啊！我们大家一